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这间海南鸡饭用无骨的鸡腿肉，青搁有汤，鸡皮脆脆搁 QQ， 店头家己做的酱料，含泰国式的红酱生理上介好，销路有时阵比鸡肉搁较手气。头家林英峰本地是咧开炒面店啊，因为生意无好，专工去泰国拜师学艺，学做海南鸡饭，等来到台湾开店，一个杀出来生意做甲袂去。 中昼还未到，点餐的人客已经对店内排甲路的去。会遮尔啊声，因安尼热呼呼，因嘛是甘愿等，拢是为着店内的这味海南鸡饭。甲看头家林英峰，伊鸡肉是安尼剁无停，安尼才有法度应付排队排甲长老老的民众。为着要会当出餐出较紧的，搁甲餐台甲设计成做大细盘。因某含员工并头来做。 甲菜缸个头前的葱鸭仔内底，安尼才会当真紧就通送到人客的手头。遮的海南鸡饭是用这款无骨的鸡腿肉，以迄落油金的外皮，含软料的肉质来甲运因家己做的葱仔姜酱，安尼就更较着滋味咯。它的鸡肉吃起来蛮嫩的，然后那个皮也脆脆，所以整个那个鸡味蛮浓郁的，所以很好吃。 头起先和朋友来合开快餐店，开要几年啊，生意要是无拉趁。林英峰才主动来退出，会来转卖这落海南鸡饭，拢是因为小弟有甲讲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当时已经泰国住了11年，这样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对泰国的一些饮食他也蛮熟悉的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啊，那你如果想要创业哈，那不然哈，你来试试看泰国的海南鸡饭。 为着要来做出有在地气口的海南鸡饭，林英峰苏当时专工去到泰国去拜师学艺，要来甲泰国的滋味甲炸转来咱台湾。不过拄开始人客接受度无悬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的酱又不好吃，那不然你就试试看，像那个广东菜里面的，或者烧腊档他们用的那个姜葱酱。”所以我听他的建议，我就这样做。 是讲嘛奇怪，听到人客建议了后，甲掺葱仔姜酱了后，自然的生意就开始好起来。谢谢你好，来中点餐。即马徛伫个柜台招呼人客是林英峰25岁的囝林以胜，伊读大学农艺系，头起先是想讲毕业了后要去外口做工课。我们长大，爸妈也渐渐年老了，就觉得说，趁他们还没有真的变得年纪很大之前，可以有他们一起这个工作时光，我觉得是很难得的。 对，我觉得是我后来慢慢看中这件事情。对外场到灶骹，逐项工课林以成拢真拍拼咧学，希望通成做老爸的骹手。伊嘛提醒家己讲，袂使因为生意好，过来拉歪摇摆。规家人搁爱烧筋添做伙来做出这个好滋味，来珍惜这份做伙拍拼的幸福感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